大家有冇試過朝早懵口懵面，一覺醒來行入廚房想沖杯咖啡提下神，一着燈，哇，見到成條黑粗粗嘅高速公路喺牆角或者新盤邊延伸出嚟，行近啲金睛火眼睇清楚，原來全部都係一隻、二隻密密麻麻嘅螞蟻排住隊咁喺度搬緊嘢食，嗰種感覺真係令人即刻起晒雞皮，頭皮發麻，咩睡意都冇晒。特別係我哋香港呢種天氣，一到咗3、4月回南天或者係夏天嗰陣，又濕又熱，簡直就係蛇蟲鼠蟻出沒嘅旺季。我記得2023年嗰陣，香港嘅春天特別潮濕，屋企啲牆身出晒水，跟住啲螞蟻就唔知由邊條罅度轉晒出嚟，真係搞到我頭都大埋。好多人見到螞蟻，第一時間就係攞起支殺蟲水狂噴，或者去超市買啲化學滅蟻藥。但係噴完殺蟲水陣味又刺鼻，仲要擔心啲化學物質會唔會黐喺啲碗碟度。如果有養貓貓狗狗或者屋企有 BB 仔，就更加唔敢亂用啦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分享一個超強嘅隱藏秘技，屋企螞蟻多，完全唔使買化學藥，只需要喺屋企角落頭放上一啲我哋廚房必備嘅法寶，啲螞蟻就會通通全部消失。呢個方法唔單止天然無毒，而且成本極低，保證你試過之後會大叫一聲相見恨晚。喺我哋講呢個終極秘技之前，我哋首先要了解下點解屋企會有咁多螞蟻。正所謂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我哋好多時以為屋企有螞蟻就一定係因為污糟，其實唔一定嘅。螞蟻係一種非常有組織、紀律嘅社會性昆蟲，佢哋出外食主要係靠偵察蟻。當一隻偵察蟻喺你屋企起到一粒糖，或者係尋晚跌落地下嘅一碎餅乾，佢就會即刻食飽飽，然後沿路返去蟻巢。喺返去嘅途中，佢會分泌一種叫做費洛蒙嘅化學物質，就好似我哋用 GPS 定位留低路線圖咁。其他螞蟻一聞到呢陣費洛蒙，就會成千上萬咁跟住條路線殺上門。所以你見到一隻螞蟻，其實背後往往隱藏住幾千甚至幾萬隻螞蟻嘅大軍。香港嘅居住環境比較密集，好多時啲舊樓或者係村屋牆身、地下都會有啲微細嘅裂縫，呢啲裂縫就成為咗螞蟻嘅隨意門。加上香港氣候潮濕，螞蟻除咗咬嘢食，仲有水源，所以廚房同廁所就成為咗佢哋嘅重災區。我今年30幾歲，由細到大住過好幾區，由九龍城嘅舊唐樓住到新界嘅屋苑，發覺無論係咩樓齡，只要防線一穿，螞蟻就一定會出現。好啦，講返正題，究竟要放啲咩喺角落頭，先可以令啲螞蟻通通消失呢？呢個秘方其實好簡單，主角就係我哋平時整甜品或者清潔都會用到嘅梳打粉。冇錯，就係梳打粉。但係單靠梳打粉係唔夠嘅，因為梳打粉本身對螞蟻嚟講冇吸引力，佢哋唔會無端端走去食，所以我哋需要一個餘液，將梳打粉包裝成美食。呢個有液就係糖霜，即係粉紅色包裝或者白色包裝嗰啲極幼細嘅糖粉。記住，一定要用糖霜，唔好用普通嘅白砂糖或者黃糖。點解呢？因為螞蟻嘅嘴巴好細，佢哋其實好聰明。如果你用粗粒嘅砂糖溝梳打粉，佢哋係識得將砂糖搬走，然後留低啲梳打粉喺度，咁樣就完全達唔到滅蟻嘅效果。但係如果你用糖霜，糖霜嘅粗幼度同梳打粉差唔多，當你將佢哋1比1咁混合均勻之後，螞蟻就冇辦法分辨邊啲係糖，邊啲係梳打粉。佢哋會將呢啲混合物當成超級大餐，一口氣食晒落肚，或者搬返去蟻巢，分俾蟻后同其他同伴食。咁到底梳打粉入到螞蟻個肚入面會發生咩事呢？呢個就係化學嘅奇妙之處啦。螞蟻嘅消化系統入面係有一種酸性物質嘅，用嚟消化食物。而梳打粉即係碳酸氫鈉，係一種弱鹼性嘅物質。當梳打粉入到螞蟻個肚，遇到酸性物質就會產生強烈嘅化學反應，釋放出大量嘅二氧化碳氣體。大家試下想象下，如果我哋飲咗好多汽水，個胃都會脹住要打嗝啦。但係螞蟻嘅身體結構係冇辦法排氣嘅，即係話佢哋唔識打嗝或者放屁。當佢哋個肚入面充滿住二氧化碳，氣體不斷膨脹，最後就會將螞蟻撐死。而且因為偵察蟻會將呢啲加料嘅糖霜搬返去蟻巢，連蟻后都會食埋。當蟻后一死，成個蟻巢就會群龍無首，慢慢走向滅亡。呢個就係所謂嘅連根拔起大法。比起你用殺蟲水噴死表面嗰幾十隻螞蟻，效果絕對係天淵之別。製作呢個梳打粉糖霜陷阱嘅方法好簡單，你只需要一個細細個嘅容器，例如係飲完嘅膠樽蓋，或者係1細張牛油紙，然後不一茶匙嘅糖霜加1茶匙嘅梳打粉，用牙籤或者細匙羹慢慢攪勻佢。攪勻之後，你就可以將呢啲陷阱放喺螞蟻經常出沒嘅角落頭，例如係廚房嘅雪櫃底、
微波爐旁邊、垃圾桶附近、新盆下面嘅水管位，或者係窗台邊。如果你知道螞蟻由邊條罅隙爬出嚟，直接放喺洞口附近就最完美。放低之後，你要做嘅就係忍手，冇錯，呢個非常重要。頭嗰一兩日，你會見到越來越多螞蟻圍住個樽蓋瘋狂咁食，場面可能會比起之前更加墟冚。有啲人見到咁多螞蟻，就會忍唔住攞紙巾去撳死佢哋，千萬唔好咁做。你要俾佢哋盡情咁食，盡情咁搬返屋企。通常過咗3至5日，你會發現螞蟻嘅數量會急劇減少，大概1個星期左右，你屋企嘅角落頭就會變得乾乾淨淨，一隻螞蟻都見唔到，真係好似變魔術咁神奇。除咗梳打粉加糖霜呢個必殺技之外，如果你只係想驅趕螞蟻，唔想殺生，或者想喺螞蟻消失之後做防禦工作，屋企其實仲有大把天然法寶。第一樣要介紹嘅就係白醋。白醋鎮酸味，對我哋人類嚟講可能只係有啲刺鼻，但係對螞蟻嚟講，簡直就係化學武器。頭先我哋講過，螞蟻係靠費洛蒙嚟認路嘅，白醋嘅強烈氣味可以完美咁覆蓋同破壞螞蟻留低嘅費洛蒙路線。你可以將白醋同清水以1比1嘅比例溝埋，裝入一個噴壺度，然後攞嚟噴喺螞蟻行過嘅路線上面，或者噴喺門框、窗框、地腳線呢啲螞蟻容易入侵嘅地方。噴完之後，用抹布抹一抹。醋味揮發得好快，對人體無害，但係喺螞蟻嘅世界入面，條路就完全斷咗，佢哋係唔到方向，自然就唔會再入嚟你屋企。我通常每逢大掃除，都會喺地拖桶入面加半杯白醋拖地。自從養成呢個習慣之後，屋企真係少咗好多爬行類嘅昆蟲。另一樣廚房實用嘅驅蟻神器就係蒜頭同埋辣椒。呢兩樣嘢對於無辣不歡嘅人嚟講係極品，但對於細小嘅昆蟲嚟講就係噩夢。蒜頭入面含有大蒜素，散發出嚟嘅辛辣氣味會令螞蟻敬而遠之。你可以將幾粒蒜頭剝皮，稍為拍扁佢，等啲味道散發出嚟，然後放喺廚房嘅角落或者米缸旁邊。如果想效果好啲，可以將蒜頭切碎，浸喺水入面一晚。第二日將啲蒜頭水裝入噴壺，噴喺螞蟻出沒嘅地方。辣椒嘅原理都係一樣，辣椒素嘅刺激性非常強。如果你屋企有乾辣椒或者係辣椒粉，可以將佢哋撒喺螞蟻嘅必經之路，或者係花盆嘅泥土表面。不過用辣椒粉就要小心啲，如果有小朋友或者寵物，就要避免撒喺佢哋容易接觸到嘅地方，以免唔小心整到對眼或者食落肚。如果你係一個咖啡愛好者，咁就恭喜你啦，因為沖完咖啡剩低嘅咖啡渣其實係一種非常優秀嘅天然驅蟲劑。咖啡渣本身有一種強烈嘅咖啡烘焙味，螞蟻非常討厭呢陣味。加上咖啡渣有微細嘅顆粒感，如果螞蟻行過會覺得好唔舒服。你可以將沖完咖啡嘅咖啡渣平鋪喺碟上面，放喺窗邊曬乾，或者放入微波爐叮乾佢，確保佢無水分，唔會發霉。然後將乾燥嘅咖啡渣灑喺屋企出面嘅花園邊緣，或者係露台嘅門檻位，就好似布下一個結界咁。如果有種盆栽嘅朋友，將咖啡渣鋪喺泥土表面，唔單止可以防螞蟻，仲可以作為天然嘅肥料，一舉兩得。講起2018年嗰陣，我住喺一個有細露台嘅單位，啲螞蟻好中意由露台爬入客廳。後來我日日將啲咖啡渣鋪喺露台門口，真係由嗰年開始就冇再見過螞蟻大軍。講到氣味驅蟲，點可以唔提金蕨類嘅生果皮呢？平時我哋食完檸檬、橙、西柚或者柑，啲果皮千祈唔好當垃圾咁丟咗佢。呢啲果皮入面含有豐富嘅天然精油，特別係一種叫做右旋檸檬烯嘅成分，對螞蟻、蚊甚至曱甴都有好好嘅驅趕作用。你可以將新鮮嘅橙皮或者檸檬皮切成細細塊，直接放喺角落頭。當果皮慢慢變乾嘅時候，陣香味依然會持續散發。如果你想整一款全天然嘅驅蟲噴霧，可以將收集埋嘅金蕨果皮放入一個玻璃樽入面，然後倒入濃度75%嘅火酒，浸過啲果皮，密封浸泡1個星期左右。你會見到啲火酒慢慢變成黃色，呢個時候果皮入面嘅精油已經完全釋放出嚟啦。將呢啲浸出液倒落噴壺度，加少少水稀釋，就可以周圍噴。呢隻自製嘅金蕨噴霧，比起出面買嘅空氣清新劑仲要香，噴完屋企一陣清香，但螞蟻聞到就會即刻掉頭走，真係居家必備。當然啦，除咗用呢啲天然嘅方法去消滅同驅趕螞蟻，最根本嘅解決方法始終都係要注意家居衛生同埋食物嘅存放。螞蟻之所以會嚟，無非都係為咗2樣嘢：食同住。只要我哋斷絕咗佢哋嘅糧食來源，佢哋自然就冇興趣留低。所以平時食完嘢一定要即刻清理台面，唔好留低任何食物碎屑。
就算係一粒跌落地下嘅飯粒，對螞蟻嚟講都係一頓大餐。廚房嘅垃圾桶最好買有蓋嘅款式，而且每日都要清理，唔好俾垃圾過夜發臭。至於食物嘅存放，特別係啲甜嘢，例如糖、蜜糖、餅乾、朱古力呢啲，一定要密封保存。最好就係買啲密實玻璃樽或者防潮盒裝起佢哋。如果係開咗包裝嘅零食，一定要用夾實或者放入雪櫃。香港天氣潮濕，食物好容易變壞，放入雪櫃唔單止保鮮，仲可以100%防止螞蟻偷食。另外，定期檢查屋企嘅牆身同地下有冇裂縫都好重要。如果你發現窗框邊、地腳線或者水管位有細小嘅罅隙，可以去五金鋪買支填縫膠或者玻璃膠，自己動手將佢哋封死，斷絕咗螞蟻入侵嘅通道，就可以大大減低佢哋入屋嘅機會。有時啲螞蟻會跟住街外嘅紙皮箱或者網購嘅速遞盒入屋，所以收件之後最好盡快喺門口或者露台拆件，將啲紙盒丟去回收，唔好堆積喺屋企角落，因為紙皮本身就係昆蟲好中意嘅藏身之所。其實大自然入面有好多相生相克嘅道理，我哋對付家居害蟲唔一定下下都要出動化學武器，利用我哋身邊隨手可得嘅天然物品，例如梳打粉、白醋、蒜頭、咖啡渣，一樣可以達到非常好嘅防蟲滅蟲效果。呢啲方法唔單止環保，對地球少一份污染，最重要係對我哋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多一份保障。我哋每日喺屋企生活、唞氣，如果周圍都充斥住殺蟲水嘅化學微粒，長遠落嚟對身體絕對冇好處。特別係有老人家、小朋友同毛孩嘅家庭，轉用呢啲天然無毒嘅生活小妙招，真係可以令人安心好多。所以如果大家而家正為屋企啲螞蟻煩惱緊，唔好再猶豫啦，即刻去廚房攞出你嘅梳打粉同糖霜，跟住我頭先講嘅方法去試下啦。只要俾少少耐心，等幾日時間，你就會見到驚喜嘅效果。記住，將梳打粉同糖霜1比1溝勻，放喺角落，然後耐心等待，就係咁簡單。生活入面其實有好多呢啲充滿智慧嘅小貼士，只要我哋肯去發掘同嘗試，就可以令生活變得更加美好同輕鬆。希望今日分享嘅呢個滅蟻大法，可以幫到大家解決梅雨季或者夏天嘅蟲草危機，等你哋可以擁有一個乾淨清爽、無蟲無痛嘅安樂窩。如果大家試過覺得有效，或者你自己有其他獨門嘅天然防蟲秘方，都非常歡迎你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，等更多人可以受惠。我哋下次再分享更多實用嘅生活小智慧啦，拜拜。